歡迎收聽奇幻武俠小說改編粵語動漫古仔《水族傳奇》，作者飛仔哥，演播飛仔哥。至於夢遊瘋癲症呢個病有幾癲幾可怕呢，就已經越嚟越少人知道啦。因為呢個病呢，基本上已經俾李家傑醫到難覓蹤影，經過幾十年已經幾乎消失啦。所以政府唔再提呢，一般年輕人就已經好少能夠了解噶啦。夢遊瘋癲症嘅治療，當時俾中土科學家認為係挑戰人類靈魂同埋心靈嘅醫學科學。飛揚阿爸可以喺呢個領域取得突破，同時又令佢洞悉咗一個巨大嘅秘密，直接導致咗佢嘅早逝，同令李飛揚擁有咗一種天生嘅超出常人嘅能力。呢個就係後話啦。上官飛雲前世嘅老豆雖然係食技術飯，但係同樣佢仲靠技術令自己嘅關係網非常之廣闊，朋友圈遍及中土大官富豪，所以佢嘅性格天生狂傲根本就唔了自己醫院嘅領導。不過機械化一層控制一層嘅體制，就係中土世界幾千年嚟基本嘅生存規則，所以令到中土嘅國民性格都比較淳樸，或者講愚昧，注重權威同服從。除咗對非常親近嘅人，對外界都係情感好冷漠嘅，或者按而家嘅講法係冇同情心。同時過於理智同傲氣嘅父親，又令飛揚仔嘅童年世界變得非常孤獨。上官飛雲前世嘅母親原來係一個機械化工廠嘅退休工人，書讀得好少，對錢睇得好重，難怪飛揚嚟到呢個世界就感覺到如沐春風。今世嘅飛雲係生活喺一個大家族裏邊，嚴格嚟講係一個族群，叫水族，有啲似傳說中嘅世外桃源。其實應該講呢個係一個距離我哋數千億光年嘅平行世界。呢個世界裏頭有三個最大嘅陣營，分別係天神界、地魔界同人界。水族其實係三界一個 bug， 或者講係世外桃源，三界之外嘅地方。水族祖先喺數千年前揾到咗水族聖地嚟避禍，因為呢度擁有天然嘅阻隔屏障，巨大嘅環形天幕，人類要進入呢個天